大家平安。刚刚陈牧师有讲，我们这个今天开始是代降节的一个开始。那在11月25号前几天是感恩节。感恩节虽然不在教会的节期年历上面，但它却是一个，当我们要去回顾、去思想我们过去的这一年以来，我们到底遇到过多少事情？我们到底从上帝那边得到多少恩典？我们要去一一的去数算，我们领受了多少？这当中，我们有同学，他可能历经了一个考试，他可能历经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他可能遇到了一个挫折，但在这当中，若不是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吗？所以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闭上你的眼睛，来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当中，你有哪一件事情，你就要献上一个感恩的？当你想到，你就在心里献上一个感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保守带领着我们，使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经历我们能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使我们在这经历当中，我们成长，我们茁壮。感谢您，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想到的那件事情，上帝，你让我们成长，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祝福那个恩典继续临在我们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1月28号是代降节，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恩典，以及对未来有盼望的一个节期。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撒迦利亚书8章20到23节，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恩典是怎么样来的，上帝如何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只有20到23。来，我们一起读。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在旧约的时代，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回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他们必须要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对未来到底有没有一个盼望？上帝给先知一个意象，所以先知撒迦利亚他说出了上帝的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是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不单单只有以色列百姓有而已，这个救恩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到。先知在这个当中，他与上帝呈现了一幅意象，这个意象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况将要转变，把那样的一个落寞，把那样的一个失望的情景给它转变过来。这个转变不论是从人口的增加，或者是各种年龄层的人口都回来居住到耶路撒冷，还是他们从贫困当中去走向一个丰盛，以及上帝跟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都要再一次的恢复回来。在第8节，我们看第8章的第8节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先知所传达的出来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和同在，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繁荣的一个意象。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被掳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是一种鼓励和一种
继续往前进的一种力量的来源。他们继续为着圣殿的重建而努力的工作，而且他们相信，在工作结束之后，将会是一个和平新的世纪的开始，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将使他们再一次的繁荣起来。这种转变，这种意象，是上帝旨意的一种实现。在旧约时候，耶和华这个救恩看起来好像只有以色列百姓，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他的救恩却遍及了万民。20节里面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个列国和多城的居民，不是指单单的一个两个而已，不是他们单独的前来的这些外邦人，而是整个群体一起来的。也就是说，在将来以及未来必定要实现，使耶路撒冷成为万民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所以先知所传达的讯息是，所有的人都必得救恩，这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历史中要实现的一个计划。21节、22节更这样的明白清楚的讲说，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去，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在这当中，这城的居民要跟他们一同去寻求耶和华，去恳求耶和华的人，他们都可以说是他们预备已经要进入到耶和华的这个圣殿里面。他们是个寻求者，他们是个敬拜者，他们更是一个见证者。我们要赶快去。这句话强而有力的表达，他们是行动者。我也要去，发自于内心的一个呼喊，说我也要去。在以赛亚书2章14节里面，曾经提到万国万民要从各个地方流归回向，都是指着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寻求耶和华。我们知道，一个行程有可能只是少数1、2个人的开始，但是不断的有人回应加入，人们逐渐聚集汇聚在一起。这里面不可能单单只有以色列人而已，也有外邦人。所以救恩不只有以色列的百姓，也是普世万民的一个救恩。在这当中，他们看见了这个救恩的一个记号。他们看见这个记号，在民数记15章37节到41节里面这样描述以色列人的衣服，他们的边上要做一个坠子，上面要钉着蓝色的细带子，佩戴起来要时时刻刻都记着耶和华的命令和话语。因此，当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一种衣服的装饰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你们是犹太人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去拉住他，求他来帮助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从各族各地来的人，他们都要寻求耶和华，他们找不到方法，他们找不到怎么样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他们看到犹大人的时候，从他们衣服身上的记号就看见了，他就抓住了他。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一个同在的应许。这里的10个人其实代表的是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种族、文化，他们都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去敬拜上帝。一个犹太人被10个外邦人拉住，看起来好像是多数人去抓住一个少数的，不过其中的含义却是指着每一个犹太人，他们各自都有责任，要带领不同的人去朝见耶稣。所以从外邦来的各地方来的人，他们拉住犹太人一起要去一起寻求上帝。他们那种恳切的心和态度，可以从神与你们同在这一句话说出来，就如同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神与你同在。神给以撒、摩西、约书亚的应许，
以及以西结书里面那个列国也包含在内。所以当耶和华透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众人面前显现出那种圣洁荣耀的时候，万国万民都将承认他是唯一的神。旧约的时代，上帝已经这样的一个应许耶路撒冷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盼望的一个中心的开始，不再只有以色列人可以拥有朝圣敬拜的这个地方而已。在新约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刻，东方的博士从远处长途跋涉而来，为了寻找一个新生的王。在新约中，耶路撒冷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神的同在也不能是局限于那种物质和在空间的里面。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其实这个新约的观念是从旧约一直延续而来，它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地理，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时间。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去看见，外邦人来归顺，就承认神真的在你们中间，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再也没有别的神。特别强调了第二次，再没有别的神。这位神是全能的，是普世的，是耶和华上帝，是万国要敬奉的一个真神。所以在代降节期里面，我们要预备迎接的是一个盼望，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可能我们都已经知道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在每年的这个时刻，我们依然要做好准备，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并且早已为我们定下计划，要我们以生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我们本来就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受造本来就一直与神同在。可是当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依然跟神保持着一个亲密的关系。摩西、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一个朋友，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约伯、亚诺、挪亚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惧怕着神。不过耶稣将这个惧怕给改变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那个象征人与神与人中间隔的那个布幔，圣殿中的那个布幔从上而下的裂开，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直接的再一次的来亲近神。这都全都是上帝也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我们因为这样可以跟上帝跟神再一次成为朋友，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享受那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这样，耶稣的命令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上帝要拯救我们每个人，要使我们每个人脱离那个罪，与他和好，使我们爱上帝，成为上帝国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个人去服侍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去让人传扬上帝的救恩。因此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者。耶稣不只是呼召我们要悔改转向他，他更要我们去传扬，这就是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往世界各地去，使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一切的使命。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那现今我们该如何呢？这是神所赐的一个职分在。现今我们所领受的一个职分，在保罗他曾经这样说，哥林多后书5章18节，神已赐给我们职分，要我们劝导所有的人
与他和好，蒙他喜悦。